嚟到2026年第39條呢一度咧，佢就俾咗個 quadrilateral， 咁就當中 ST 就會等同於8 cm，SV 咧就會等於5 cm， 以及佢亦都俾咗 angle UTV 咧就會等同於呢個30度。同一時間咧，佢就俾咗兩隻90度我哋噶，咁喺幅圖上邊我哋就睇得翻，而家有以下呢兩隻都係90度。留意翻，由於我哋 TSU 以及呢個 TVU 咧都係90度，利用到 converse of 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 咧，就會得知到其實呢個四邊形咧就會係一個 cyclic quadrilateral 嚟㗎，亦即係話以下呢四點咧，我哋就會叫做 concyclic。咁所以對於呢個四邊形嚟講，其實就會有一個圓圈就會穿過晒呢四點，咁所以 circle properties 咧就可以 apply 得到㗎。因此咧，我哋會見得到而家以下呢一隻30度咧，就係 U 同埋 V 就拉出嚟啦。咁所以 UV 拉翻去 S 嘅位置咧，都同樣地就會有隻30度喺度。因此咧，我哋就睇翻以下橙色嘅呢個三角形 TSV， 我哋而家就會有兩條邊加一隻夾角，咁就可以利用翻呢個 cosine formula 啦，以及呢個 sin formula 去計翻晒所有邊長以及角度出嚟㗎。咁喺呢一度咧，同學就留意翻部計數機。今次咧，我就用翻我自己嘅 program 4。咁我哋由於係兩邊加夾角啊，咁所以第一個咧就唔需要入啦。第二個我就入8先。跟住咧就入5，以及中間嗰隻角度90加30咧就會120，咁所以就會得知道對面嗰條邊咧就會係等同於呢個11.4，攞咗3個 sig fig，咁以及我哋亦都會有8呢條邊對住嗰隻角咧，亦即係呢一隻 angle TVS 就會係37.6度，以及我哋剩低5呢一條邊對住嗰隻角咧就會等同於22.4度。因此咧，如果題目想叫你計翻呢一隻 angle SUV 咧，其實有兩種做法嘅，咁可以參考翻呢個 triangle SVU 啦。咁利用到 angle sum of triangle 180度減30度，再減翻90度以及呢個37.6度咧，就會 get 到以下呢一隻角度就會係等同於22.4度。又或者其實由於我哋已經可以用到 circle properties 㗎啦嘛，咁所以我哋會見得到左手邊呢一隻22.4度咧，就係由 SV 嗰度拉出嚟。咁所以利用到 angles in the same segment 咧，亦都可以拉翻落去 U 嘅位置。咁所以你見到咧，呢一隻同隔離都會係大家22.4度㗎。咁我哋咧就係睇緊黃色嘅位置。咁最終呢一條嘅答案，由於佢話攞 nearest degree 啊，咁因此嘅答案咧就自然會等同於 A 啦。